洲電視，香港良心。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李彤，我係李卓文。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房委會資助小組討論全港公屋加租，多名委員都認為加幅係過高。許曉輝認為文化局並唔係為個別界別去服務，而係要提升整體嘅文化氛圍。房協推出首個只限港人買嘅私人樓盤，但係入場費差唔多要400萬。詳細嘅新聞內容，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開會討論9月開始全港公屋加租1成，多名委員都認為加幅咧係過高㗎。係啊，咁會上咧有委員就建議免租同埋分期加租，不過根據現行嘅法例唔能夠分期加租㗎。咁小組咧會再開會研究紓困措施。黃翠芝報導。全港70萬公屋租戶9月開始可能要加租1成。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開會討論，主席張炳良指出，委員一致同意要按機制辦事，認為公屋需要加租，但委員普遍覺得加幅過高，贊成應由房委會提供紓困措施，但根據法例唔可以分期加租。比較多嘅委員呢，就覺得，既然我哋嘅上限係加10%，咁可唔可能呢？就係實質嘅增加咧，會低過10%。有委員提出嚟咧，就係話減租1個月，或者免租1個月，應該咁講下。咁亦都有提過咧，就可唔可能咧嗰個加租咧係分2年咁去加。咁但係咧，我剛才都同大家解釋過啦。根據法例咧，我哋冇呢個分時間去加租嘅嗰個彈性嘅，係冇嘅。張炳良又話：現時嘅租金檢討機制冇問題，但有檢討嘅空間。我相信任何機制都可以去檢視嘅。改機制係牽涉到咧，係要修改法律，即係修改而家嗰個房屋條例裏邊所規定嘅嗰個機制。咁即係話咧，我哋唔能夠低估任何修改現時嘅嗰個條例咧，可能引起社會上有好多嘅意見。房署會先研究委員提出嘅建議，並制定細節。小組星期4會再開會商討。亞洲電視記者黃翠芝報道。而多個團體到房委會門外抗議，要求提出紓困措施或者係分階段加租㗎。樂文哲報導。各自加租，紓解民困。嚟自民主黨、民協、民建聯同工聯會等多個團體，近8名示威人士趁資助房屋小組開會，到何文田房委會總部外抗議。佢哋只係高通脹下，如果公屋加租1成，租戶嘅負擔大增。我哋冇入息㗎嘛，扣生果咁嚟1090蚊，真係慘過。有示威者更加燃燒寫上吸血鬼嘅字牌，批評房委會加到盡。佢哋要求房委會各自加租，又或者調低加幅，以及提供紓困措施，例如係免租1個月等，以減輕居民嘅負擔。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炳良接過請願信。公屋聯會主席黃坤就認為，現時檢討公屋租金採用嘅可加可減機制，只係計算公屋家庭入息，應該檢討。就一定係有加冇減嘅一個機制。因為呢個機制只係量度公屋家庭嘅嗰個入息嘅指數，但並冇計算埋嗰個開支嘅指數喎。嗱，呢個正正係一個先天性嘅缺陷嘅原因。佢認為計算嘅時候應該考慮通脹等嘅因素，咁令機制更能夠反映居民嘅實際生活。亞洲電視記者樂文哲報導。轉睇下其他嘅新聞。連日嚟咧，各界對政府重組架構當中增設文化局嘅工作範疇同埋局長嘅人選都有好多嘅討論。係啊，而被傳係文化局首任局長熱門嘅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唔願意證實係唔係獲邀出任文化局局長。不過咧，佢喺接受我哋採訪嘅時候就講到啦，好多對未來文化局工作嘅見解㗎。係啊，咁佢仲以啦文化大樹嚟做比喻香港未來嘅文化工作。
同好多被傳係問責官員熱門人選一樣，許曉輝唔願意證實係唔係獲邀出任文化局局長，但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就傾到對未來文化局工作嘅見解。除咗為我哋嘅文化藝術工作者即係提供一個更好嘅空間以外咧，係要真係可以更加進一步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文化香港，更有內涵、更有氣度。喺民政事務局4年，其實許曉輝已經一直參與處理香港嘅文化政策。咁佢話文化局首先要做嘅係解決目前文化演出場地不足同埋資源不足嘅問題。咁但係最重要嘅都仲係制定香港文化工作嘅整體方向。咁雖然唔講係咪會做首任嘅文化局局長，但係佢已經為香港嘅文化政策構思咗一個總體方向。佢用文化大樹嚟做比喻，當係考慮呢一個方向同埋定位嘅時候，就免不然就會係提到裡面可能係關於場地啊、關於資源啊，呢啲只係同一個總體嘅方向係去配合。咁而個方向第日希望喺呢個土壤裡面長出嚟嘅文化嘅大樹係點樣樣呢？其實根深呢就葉茂。根越深呢，我哋就可以長出嘅文化嘅大樹呢，就會係越豐盛。咁點樣令到香港文化大樹根深呢？咁佢話要人幫手，可以先開始由一啲香港出色嘅文化項目做帶動。假如要進一步去走向國際化，某部分嘅文化藝術可以喺國際嘅舞台係更加佔有更重要嘅地位嘅話咧，就會係喺呢一個空間裏面去發展。咁我相信係整個嘅土壤同埋整個嘅樹林係往後進一步係去耕植，同埋係去真係去繞灌，去為到呢一個嘅空間更好咁去培育係文化工作嘅朋友，大家要共同努力嘅一個方向嚟。咁對於被指少有參與文化界嘅活動，又缺乏文化界嘅背景，佢喺本台一個節目當中就話，其實一向啦都中意參與文化活動㗎，尤其中意睇話劇。不過我好多時候都係不留名不留姓，可能呢個呢係無論我第日從事咩工作都好啦，繼續喺局內或者局外咧，都應該係可以係再進一步。留名留姓，例如上環文娛中心咧，有時有啲比較小型啲嘅話劇咧，咁我都經常即係會去嗰度。將來留名留姓之時，會唔會就係做咗局長之時呢？最後我有一個問題，呢個應該係全港市民要委託我要問一問嘅，你會唔會係香港嘅第一任嘅文化局局長呢？就文化藝術工作咧，我一向係即係非常希望可以係去以服務香港嘅態度咧嚟加以支持嘅。咁佢只係強調，無論喺咩嘢崗位，都會繼續服務香港。而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啦，亦都討論到新增設嘅文化局嘅事喎。係啊，咁有議員呢就質疑許曉輝係咪有足夠嘅條件做文化局局長？咁但係文化界嘅選委李卓芬就公開表示，許曉輝係合適嘅人選。由伍慕蓮報導。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面，有議員就質疑許曉輝冇人識。許曉輝副局、羅家英先生連佢名都噏錯。另外有一位咧叫謝安琪嘅歌星，可能你哋話車歌星嘅都唔睇報紙，唔好意思啊。佢好關心二次創，佢亦都知道咩叫政治。佢連許曉輝係男定係女都未知啊！我哋連個副局都未見過，係應該做文化。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就話：文化有廣闊嘅定義，冇一個人可以全才。都涉及到有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粵劇等等音樂咁亦都有話係保育咁，所以咧冇一個人呢係可以完全係通才咧，每一樣嘢都係專家嚟嘅。所以我哋都好強調咧，就係需要有個即係政治團隊裏邊要能夠有互補，都更加咧係要有民間嘅積極嘅參與。雖然近日有文化界人士公開質疑許曉輝能唔能夠升任，但係文化界選委兼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卓芬就認為許曉輝有文化願景同行政經驗，適合出任局長。香港應該係一個繁花盛放、百花齊開一種咁嘅文化藝術環境咧，就最好啦。咁我就覺得咧，許女士咧係有條件咧，令到我哋香港嘅文化藝術界咧係百花齊放嘅。
同時係西九管理局成員嘅李卓芬又話：許曉輝熱愛文化同埋了解香港嘅文化政策，文化局局長唔一定要係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亞洲電視記者吳慕蓮報導。置業上車越嚟越難，近10年冇新盤推出嘅房協推出首個只限港人買嘅私人樓盤，率先試行港人港地，但係尺價就高過唔少附近嘅二手私人樓㗎，入場費差唔多要400萬。有學者就認為港人港地嘅做法可以遏止炒風。余樂明講下。本港嘅樓價超越97，市民上車越嚟越難。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政綱提出港人港地協助市民置業。新政府未上台，但係理念先行。房協同市建局合作喺深水埗推出首個只限持有香港身份證嘅人購買嘅新盤，但係就唔一定要有3粒星，即係唔需要係香港永久居民都可以買。咁樣能唔能夠舒緩炒風呢？其實因為我哋過往呢，即係真係內地人買嗰啲呢，都真係唔係香港居民嘅，即係就話唔好理係永久啊，抑或即係啱即係移居嘅新移民啦。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如果我哋自己需要話唔係香港居民就唔買得咧，咁其實咧我哋已經針對咧係即係嚟香港掃貨嗰一班嘅內地人嘅啫。要注意嘅係買家轉手時候唔會受到限制，即係話任何人都可以喺二手市場接貨。至於呢個主攻2房小單位嘅新盤，房協聲稱用料實而不華，但係售價就一啲都唔平啦。首批60個單位，平均尺價7700蚊，單位售價介乎399至680萬，貴過鄰近嘅西九4小龍7200蚊至7500蚊嘅尺價，更加高過08年入伙市建局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喺長沙灣一個單棟式住宅嘅二手價。但係地產代理就認為定價屬於市場範圍。房協喺區內仲有4個項目，將會喺明年後開始陸續落成。代理預期尺價都要7000蚊以上。亞洲電視記者余樂明報導。地產代理監管局發出指引，規定由明年1月1號開始，地產代理銷售同埋出租二手物業嘅時候，要向客戶提供單位嘅實用面積。陳康文報導。地產代理監管局發出嘅二手住宅物業新執業通告，要求持牌地產代理銷售同出租二手住宅嘅時候，無論係向客戶印發廣告定係提供物業資料，都要提供單位嘅實用面積。實用面積咧係比較有規範嘅，係已經係有明文規定咧，統一個計算方法嘅。咁但係建築面積咧就冇咗呢一個冇咗呢個統一嘅定義喺裏邊。咁所以咧長遠嚟計咧，為對消費者嘅利益同埋對地產代理嚟講咧，講得清楚啲咧，對大家都有一個更好嘅保障。至於實用面積嘅定義係咩呢？新指引規定代理必須要從差餉物業估價處或土地註冊處嘅首次轉讓買賣協議獲取單位嘅實用面積。新指引將會喺明年元旦開始實施。代理如果違規，最高罰款係30萬同吊銷牌照。至於未來會唔會單一只係使用實用面積，唔提供建築面積，局方話未有時間表，要視乎公眾嘅適應。亞洲電視記者陳康文報導。返嚟會報導。承辦商喺警員支援之下進入大棠荔枝山莊，清拆違規嘅構建物。公務員團體希望各級公務員加薪幅度可以睇齊。到廣州。